是请咱来看上帝话，记载伫旧约圣经，旧约圣经耶利米书第35章，要对第1节来看到19节。旧约圣经耶利米书第35章第1节到19节，伫咱和合本的圣经第932页。 好，我来读。当犹大王约西亚的囝约雅敬继位的时，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讲：你着去离家族的厝，甲因讲话，带因到耶和华的厝入一个房，用酒互因饮。我就将哈尼细雅的孙雅利米亚的囝。 亚撒尼亚甲伊的兄弟，甲伊的正囝，以及离甲全族的人，互因到耶和华的厝，入上帝的路步，以期待你的囝哈南正囝的房。迄个房间伫贵族房的隔壁，贵族的房就是伫哈沙龙的囝八门的马西亚的房的顶面。 我就用碗用杯添酒，倒满伫家族的人的面前，甲因讲：请恁啉酒。因就讲：我毋啉酒，因为阮的先祖离家的囝约拿达捌吩咐阮讲：你甲你的子孙永远毋通啉酒，也毋通起厝，毋通夜整，毋通种植葡萄树，毋通有遮个。 一世人着拄伫布棚，互恁当会收伫恁脚骹的地方。既然阮先祖离家的囝约雅达吩咐阮的话，阮拢听从。阮甲阮的某、阮的囝、阮的查某囝，一世人拢无啉酒，也无起厝来家己徛起，也无葡萄园，无有田园，无有种子，独独徛起布棚。 拢遵趁阮的先祖约雅达所命令的来行。独独巴比伦王尼撒本甲尼撒上来伊这地时，阮就讲：来啊，咱着上耶路撒冷来闪避加勒底的人的兵，甲阿兰的兵，因为安尼，阮才徛起伫耶路撒冷。12节，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讲：万军的耶和华以色列上帝安尼讲。 恁着去甲犹大人甲耶路撒冷徛起的百姓讲，耶和华讲：恁毋受教示，毋通听从我的话。离家的囝约拿达所吩咐因的子孙，毋通啉酒的话，因拢遵守。到今仔日也无啉，因为因听从先祖的命令。总是我有对恁讲，早起来讲，若是恁毋听我，我也找我的正罗卜。 才会先知就群恁早起来找因讲，恁着回头，大人离开因的歹路，改换恁的所做，无趁别号的上帝来服侍因，因就通徛起我所想事，因甲因列祖的地，总是恁毋按耳孔，无要听我，因为离家的囝约拿达的子孙有遵守因的先祖所吩咐的命令，独独这百姓。 无有听从我，所以耶和华万军的上帝、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看啊，我要互我所讲攻击因一切的灾祸，临到犹太人甲耶路撒冷一切徛起的百姓，因为我对因讲，因无有听从；我叫因无应。耶利米对离家族的人讲：万军的耶和华以色列上帝安尼讲。 因为恁听从恁的先祖约拿达的命令，守依一切的诫命，行伊总所命令恁的，所以万军的耶和华以色列上帝安尼讲：离家的子孙约拿达的确永远有人徛起伫我的面前。以上，这是要请陈正牧师来讲道，主德流芳。咱当先来祈祷。 主美听当巴爸上帝，阮感谢你的带领，平安经过一礼拜的主日，可以当来敬拜你。特别今仔日是受难周的开始，就是中秋主日。
阮的少年，约落伫2000年前，主耶稣，你为着阮刀枪着体到伫地面，毋是要享受荣华富贵，乃是为着世间人的罪，要定时伫加留保费。当伫约2000多年前的时阵，你伫即个日子，你真勇敢进入到伫耶路撒冷城，众人用樟树伫遐来话讲：何山啊，何山啊，欢迎你的神！主，你结果是要伫拜五为着阮受难。阮伫遮来孝念你，相信今仔日也是阮的节期中间的即个清明节，是阮追思阮的祖先、阮孝念因的时阵。求主你的神甲阮送个做伙，阮会当对圣经中间来明了，你互阮伫这日子中间，阮要学习的是甚物？求主你赏赐阮每一项谦卑、敬虔、顺服心，要来领受你的话语，开阮的心门，赏赐阮属灵的智慧，互阮会当明白。我咱的祈祷，靠主耶稣的名，阿门。大家平安。平安。今仔日伫根据咱教会的日来看，是咱后礼拜进入到伫过活节，所以今仔日是樟树主日，就是伫约2000年前的时，主耶稣伫即个日子进到伫耶路撒冷，要进行最后的一礼拜即个活动。当咱若看周报的时阵，咱伫周报的15页的所在，咱有定着。伫最后耶稣7日中间的记载是甚物？就是来要纪念，毋茫咱伫即礼拜中间，咱让照着这圣经伫所在来看。第一日主耶稣创甚物？第二日、第三日安尼。所以第一日咱看伊就是勇敢进入耶路撒冷。所以咱伫遮要孝念，透过即个樟树主日，咱孝念来即礼拜中间，咱周报嘛写过。咱是属于受难周，所以咱尽量无即种宴乐的即种代志伫咧，要孝念主耶稣为着咱受难。相信今仔日也是咱的即个节期中间，咱4月初4是咱的清明节，所以咱伫遮来举行清明的追思礼拜。那清明追思礼拜中间，我相信咱头一项会去想到的是，毋茫咱会当透过咱的追思，咱的祖先，就是因为咱的友好的即个问题。所以，这个是咱常常华人常常咧关心的，就是什么叫做孝道？这个友好的这个道理到底是安怎？咱就毋茫讲透过友好形式，因为咱会当，互咱的这个祖先得到阳光耀祖宗的这种方式。所以有一句话就讲：清白、团结、祖德、流芳。华语版可能读个较顺，就清白传家、祖德流芳。这意思就是讲，咱家己本身嘛有一个真大的责任，咱要安怎互咱的这个家会当真清白安尼传落去，然后祖先因所留落来这个物件，咱安怎继续会当留落？这就是咱代表咱华人的一种友好的这种道理的文化之。伊的意义已经甲咱讲，咱是要用这个好的品德，要来教育咱的囝儿，互伊会当流传落去，会当流传到真久，甚至代代相传，会当到几百年以上。安尼来表明讲，咱的友好，但是咱常常卖误会，感觉讲咱的友好就是干那来制作就是友好。我相信这句话，清白、团结、祖德、流芳，这才确实是一个真友好的这个代表。要安怎用好的品德会当留落去？毋是讲你有一个制作，你有伫迄个所在来祭拜，安尼就是友好。因为咱常常看见真侪这囝儿伫父母在生的时并无友好，但是伊过身的时，甲办咧足大的这种丧礼，就代表讲伊非常的友好。迄丧礼大到咱感觉是莫名其妙，几个这种乐团，甚至有这无好的这种歌舞伫迄个所在咧跳，安尼表示讲伊非常的友好伫咧。其实咱的这个留落来文化，要甲咱讲，咱真正的友好是甚物？是咱会当承接。咱的祖先所甲咱讲的好的物件，咱会当个留落，佮加上咱的继续来传落去，互咱子孙去讲到咱的时是非常阳光，这才是真正一个友好。咱所做也无互叫咱的这个祖先感觉真见笑安尼，这是咱所知影的这个部分。所以咱若要会当做到讲清白、会团结，佮会当做着流芳的时阵，我想的重点就是讲，咱要流传的到底是甚物品德？咱敢知影？咱的清明节，咱的孝念，咱要甲咱的子孙讲，咱的祖先时，咱知影伊留落甚物好的品德伫咱中间啊无？若是即个真正遐尼好时，咱要安怎会当做到代代流传落去？啊是干那到我遮就为止啊，就无去啊！
咱敢会当讲正讲讲到祖德流芳安尼流芳百世伫咧无？咱伫过清明节时，咱毋知知影，也毋知咱祖先所留下来迄个好物件，毋望咱继续流传落去，到底是啥物？啊，咱若无的时，咱有加上，咱毋望咱的子孙，伊会当继续来得到学习的，这好的品质到底是啥物无？咱的圣经中间，咱10条诫第5诫，甲咱讲，咱着孝敬父母。所以真显然，咱的基督教非常注重讲，咱的即个咱的即个家族，咱的祖先因留落来这物件，是咱来去孝敬因。为什么？因为父母，咱虽然称呼咱的爸上帝是叫做爸，但是咱嘛是照上帝嘛，照着咱伫地面上肉体即个父母来养饲咱、养饲咱、保护咱、带领咱，互咱所行会当行在主所欢喜的即种路上出来。但伫圣经中间，10条诫，这条诫是只有这条诫是带着应允甲祝福，其他的教拢讲，其他的诫拢讲，你毋通安怎，你爱安怎，你毋通安怎，你爱安怎，迄是命令的。只有这条讲，你得孝敬父母，你伫地面上就要得到长寿寿。这是一个祝福，也嘛是一个应允伫咧。但伫圣经中间，咱咧伫这个清明节的时阵，咱伫遐要思考讲，咱要安怎追思咱的祖先。啊，是今仔拄啊好是即个受难周就开始樟树主日，这代志发生伫时，迄是发生伫约2000年前诶。咱为什么到这时阵游玩各会当伫这所在组织，然后咱去孝念主耶稣，为着咱受难等等这个代志？为什么代志经过约2000年，咱游玩会当安尼？咱来想看卖啊！咱伫清明节，咱讲咱要追思咱的祖先，你毋知想到恁的祖先偌久以前袂？到恁的父母，你毋知可能应该是会记得啊；到你的阿公阿嬷会记得袂？到你的阿祖去会记得袂？到你搁较刻意的时，你会记得啊袂？到底是有几代？咱教会中间透过咱的信仰，透过对圣经的认捌、圣经的追求、灵命的追求中间，约2000年，甚至搁较早以前的代志，咱的悠远的流传、悠远的做。咱知这绝对是有伊的原因伫咧。一方面来看，就是因为咱敬畏上帝，咱感觉这是一个真理，这是一个正确，所以我都要安尼来遵守，我都要安尼来流传落去。我相信咱的子孙，咱搁较落去几啊代，伊嘛到嘛是共款，正到一个基督徒，伊就悠远的流传遮一直咧。当伫清明节的时阵，咱毋知要流传什么。咱对咱的祖先所明白的到底是甚物？圣经中间有讲到一个例子咧，这就是今仔咱所读这个圣经节，讲一个利家的这个家族，这个家族因伫迄个所在受到亚利米先知亚利米，上帝借着亚利米的一个试探，将请因来，然后拜啉酒要互因啉，啊要互因来交代因的时，因伫遐拒绝做这项代志，因伫遐讲起。因的祖先安怎甲因讲？咱三个来为遮来学习看卖啊！利家这个家族，因到底甲以色列人有甚物关系伫咧？原来伫这历代志上第二章的55节，底下有写着讲，这个拢是希尼人利家的家的老爸哈莫所生的，所以代表讲，这个利家是这个基尼人的这个后代伫咧，那基尼人跟咱有甚物关系？基尼人原来就是摩西伊的丈人，就是基尼人。这记载伫士师记第1章的16节。伫遐讲起因，然后佫讲到这个人真慢慢的到伫以色列人上啊徛起做伙。伫这个撒母耳上卷15章第6节时，伫遐所罗门伊要去拍这个亚玛力人的时阵，伊甲这个基尼人讲，恁来紧离开这个亚玛力人，因为阮惊去灭伊这个亚玛力是去灭着恁，但是恁以前有帮助着阮的祖先出埃及时帮助着阮，虽然看见这基尼人其实甲这个以色列人是真有这个真来往伫咧，因为这个交情伫咧，到伫这士师记第4章17节。到22节所在记载着一项代志，当因无即个先知只有即个士师的时阵，无即个祭司咧带领因的时阵，迄阵有一个女的即个先知叫做底波拉，伊伫遐做士师的时阵，迄阵迦南王派伊的将军西西拉要去拍即个以色列人，
结果上帝祝福伫以色列族，所以以色列就太赢即个西西拉，因即个所带的兵，西西拉就开始去走，走到伫一个所在叫做亚裔即个妇人人的厝里去，伫遐求伊甲保护，伊嘛甲答应甲保护伫帐房内底，然后即个西西拉佫叫即个亚裔爱伫门口固守，然后人来紧甲唤醒起来，伊嘛讲好，但是当伊困去的时阵，伊就摕迄个顶布边的迄个钉啊，摕一支起来，去到伫西西拉的所在，咧困的所在，为太阳穴的所在，甲钉落去，伊就死伫迄个所在，迄个钉啊掉伫即个土里，然后即个亚裔就去甲即个以色列人讲，甲伊报讲，恁所要对的即个人伫即个所在，迄个亚裔的即个丈夫就是基尼人。而且所讲起圣经在中间有真侪讲到即个基尼人，基尼人到底是安怎？基尼人就是甲即以色列人，因有即种来往，有一种真亲的即种联谊的，所以耶和华上帝就照着亚利米要去试探即个毋是以色列人的即个立教，耶和华上帝要照着即项要来警告伫以色列人身上，但伊毋是耶和华上帝选民，伊安怎来承接因祖先互伊的即个交代的？今仔圣经已经甲咱讲着，头先是上帝吩咐亚利米去邀请即个离家的即种族人到即圣殿内底，伫遐要请因啉酒，伫遐摆这物件要请因食、请因啉酒的时阵，无拍算即离家的人甲回应讲安怎？伊讲阮无爱食，伊伫遐讲阮毋啉酒，因为阮的先祖离家的囝约拿达捌吩咐阮讲，恁甲恁的子孙永远毋通啉酒，也毋通起厝，毋通野种，毋通栽种葡萄园，毋通有食的，一世人就住伫布边，互恁长岁收伫恁脚骹的地方。无拍算亚利米最好了后，去邀请这离家来的时阵，因伫遐拒绝这个代志伫咧。伫遐讲，因为因的即个祖，即个约拿达捌吩咐因安尼来讲，所以伊就伫遐讲，阮照着阮的祖先伊所讲的，阮就伫即个所在，阮无起厝，阮也无即个田园，阮嘛无种果子，阮嘛徛起伫布边。但伫即个所在看起来，敢若无啥物特别伫咧。但是你来查考看觅，即个约拿达到底离因偌远？约拿达即个名出现伫列王记下卷第10章的15节，讲即个约拿达伊是伫亚哈做以色列王的时阵，亚利米的时代甲亚哈做以色列王的时阵，你去甲看即个年代看的是，因中间距离250年。今仔即个离家的人，因伫遐拒绝亚利米甲因提供的是根据250年前因的祖先所交代的代志。交代什么代志？什么真严跟真好的代志？无交代讲你袂使啉酒，你也袂使起厝，你也袂使种植，你袂使有种这个葡萄园伫咧。你搁来住伫布边，一世人住布边。咱想看这几项代志，是咱人咧追求的无？这是甲咱讲是，你无徛起的所在呢？你布边一日干爱刷来刷去，你无财产呢？因为你无办法伫固定伫这个所在，伫迄所在来种植等等遮的。你无通啉酒，你可能无这娱乐伫咧。这种的日子，我相信毋是咱人咧追求的，但是祖先交代因的是过着这种真平淡、真可能，毋是一种互因会当真喜乐的这种日子的时阵，250年前所交代的，因伫这个所在来遵守的。你会当想象着安尼无？咱会当来想象讲，咱的祖先。1代、2代、3代、4代、5代以前是，咱可能早就拢已经袂记咧。250年前所交代落去，所以通知影讲，即种的，就是咱咧讲的即个祖德流芳。祖先因留落好的品行、好的品德部分，你安怎一代过一代，一直甲留落去？这才是真正是咱伫这清明节应该爱去思考的即个代志。我毋知咱对咱的祖先所知影的到底是如何。所以安尼在看时，有上帝旨意伫中间，上帝试验因啊，
所以上帝其实最后就是要甲因讲着，你看，这毋是以色列人，毋是我的百姓中间会离家，因会当做到安尼。但是以色列人，恁到底是如何？咱看见讲，祖地流风会真正意义的是，耶和华上帝对这个亚利米讲，去叫伊去警告这百姓，讲你看见这离家因的人，伫迄个所在安怎来遵守因的祖先所讲的？但是今仔日。我到伫恁中间，恁无听咱祖先的命令，甲恁讲的，恁也拢唔听，所以最后上帝非常会这种感慨伫迄个所在讲，因为离家的囝约拿达的子孙有遵守因的祖先所吩咐因的命令，独独即个百姓无听探我。恁若是上帝神，你若看见这整个这事到这的时，我相信咱若讲出来这的时，咱就非常伤心伫遐讲。以色列人是上帝的选民，为因开始伫埃及的所在受苦，伫遐向上帝祈求的时，上帝要派摩西甲因带因出埃及。即个埃及到底要入去迦南地时，经过遮尔40年中间，因安怎过红海？因安怎伫旷野中间袂枵死，无种作也袂枵死，衫也无穿破。会当这几百万人伫这旷野中间过40年，这若无上帝恩典，上帝惊神者伫伊身上，哪有可能？所以以色列人是上帝百姓，伊上界会当体验着上帝。所以上帝若讲什么话，伊敢免听噶？伊一定会听。世界无多一族的人比因搁较应该爱去听上帝的话。但是咱看见一个离家族，伊毋是即个上帝。伊毋是这以色列人，但是因听因的祖先所讲，250年前所讲的话，因就伫迄个所在来遵守伫咧。所以上帝非常的伤心，讲我甲恁讲，恁拢无要听，恁若无爱按耳孔来听。所以，只要有咱看伊讲圣经中间要甲咱教示是啥？所以讲你真正会当流风。你祖地流风的时，是爱透过讲，咱爱去知影什么是逐日咱伫迄所在继续来传落去，是咱家己的意思来精选，还是毋是？这是下伫上帝心意的，阮就来遵守。我相信离家因的族人就是安尼。虽然讲起这祖先互阮留落来是无会当起厝，也会当住布边，也袂当种做啥拢无安尼时阵啦。但是阮感觉，因为安尼做时阵。伊的祖先有留一句话讲：你伫地面上就要得到长寿寿，伫你徛卡的所在要得到久长的徛起。哇！我若安尼做时是照着上帝的祝福伫我的心上，我为着这个原因，我就伫迄个所在来遵守。所以真正即个祖地的流风的时，一定甲神有结连做伙。即个若是咱的祖先留落来，这要好的品质时，就是一个敬畏上帝。互咱会当听咱上帝的时阵，就是对真的即个创造宇宙万物的即个上帝所来，毋是我家己想，也毋是为着我家己好，毋是为着咱家己做好的时，我当然爱去流传落去啊！我爱遵守，搁来个流传落去啊！即互咱看见讲爱流传的物件，其实毋是伫迄个所在无原因的，是有迄个原因的，因为上帝祝福伫迄个所在，所以咱来看讲。真正即个，若是有即个祖地流风下伫上帝心意的时阵，有带来即个报赏伫咧。咱看见伫耶利米书第35章18、19节所在，伫迄个所在就讲到上帝祝福伫什么？伊讲万军的耶和华以色列上帝安尼讲，因为恁听探恁的先祖约拿达的命令，守伊一切诫命，行伊隆总所命令恁的，所以万军的耶和华以色列上帝安尼讲。离家的囝约拿达的确永远有人徛伫我的面前。什么叫做徛伫我的面前？徛伫上帝面前，就是得到祝福的一个祝福的人。咱来看见诗篇中间，常常诗人安尼来讲。诗篇23篇，咱拢非常熟的最后一节第6节，因讲恩典甲慈悲的确缀我到一世人，我要永远徛起伫耶和华的厝。伊到第27章的即个第4节的时，伫安尼讲，有一项事我捌对耶和华求，我
游玩第爱得着，就是一世人徛去耶和华的厝，看伊的阳光，笑念伊的殿。到伫诗篇的84篇的第10节，佮安尼讲：伫你的殿院住一日，较好1000日；宁可伫我的上帝厝过门，较好踮伫歹人的布边。诗篇这诗人因的领受就是安尼，我来当住伫上帝这种圣殿内底的时阵，是偌顶好顶好。意思就是讲，我会当徛起伫上帝面前。理解因若是照着这个祖先所讲的，用哪达甲因讲的时阵，因受到这个祝福，就是会当徛起伫上帝的面前。的确，永远有人徛伫我的面前。所以，伫遮互咱会当得到一个结论来讲，咱要遵守祖先的这种伊所留落来的时阵呢，这个留的到底是啥物？原来就是爱正确的，会当下伫上帝心意的，就会当帮助咱会当敬畏上帝，徛伫上帝面前。咱毋是讲祖先所留落来，咱所有这物件拢一定爱去遵守，因有好有歹，嘛有可能迄个时阵因无熟悉到这个。无熟悉到咱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所以伊无办法伫精神的追求方面，伊留落咱是正确的。但是今仔日因若是一个正确是安怎？咱常常咧传福音中间，咱碰到一个真大的这个障碍，就是无办法突破，就是讲，因为阮的祖先甲阮交代，你的这个神主牌啊，一定要顾好，一定要流传落去，毋通无伫这个所在顾。但是迄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啊！你爱孝念祖先无毋对，因想讲为这个神主牌为什么爱去顾，就是因为祖先的灵魂是伫迄个所在。咱知这是一个毋是真正确的讲法伫咧，所以咱咧讲，咱要甲咱会当祖德伫遐流传是，咱爱是一个正确的这种这个所留落来，咱会当来传落去。什么叫做正确？就是会当下伫上帝心意的，这是这个正确的部分。嘛，捌有一个，我捌听起一个真无好的见证，就是有一个教会，因为分裂以后，然后成立另外一间教会。即第一代这个牧师伫遐咧无了的时，伊爱退休的时，伊交代才回忆讲，咱早时是安怎另外设这间教会，所以你永远毋通搁去找原来迄间教会。我想这是一个真错误的这种教育伫咧。假使若有一个安尼，我要离开的时，甲恁讲安尼的时，恁爱去遵守无？无正确，当然毋通去遵守啊。所以咱咧讲着祖德流芳来讲，那么头先去加一清白团结伫咧。咱所做这啥物是真正确落来？以前咱的祖先可能毋知即个真正独一的精神是啥物，但你即摆若知的时阵。你得当去追求，你得当看有下伫心意的，咱就伫迄所在甲流传落去。咱的即个传福音中间，常常去碰到即个困扰伫咧，啊是讲咱的即个价值观会引起咱的即种错误。到底咱活伫世间是安怎？啥物趁大钱就好，啥物做大官就好？那敢若毋知要搁追求啥物？就是追求即两项尔。一生安尼一生就是认真做工课，就是来做趁大钱，无就是去做大官。敢真正是安尼个？咱来看趁大钱做大官，其实拢为着咱家己，咱要去为着别人想啊无？到底咱的价值观是啥物？咱会当活出上帝创造咱伫地面上的即个意义啊无？咱拢知，咱基督徒的即个价值观就是因信益人。你活伫世间，就是要荣光上帝，创造你的迄个上帝。上帝爱讲，我以你为傲，我掠你做荣光，你会当安尼无？你活伫世间，对别人有帮助无？你若活伫世间有，还是无你？拢总世间拢总无影响的时阵，安尼咱又是白白活伫世间。所以咱一定要活伫世间，对别人有帮助，有利益伫别人。上帝就是照着咱，互咱即个世界的运作就是安尼。伊照着咱去帮助着别人，照着咱，互人去体验着上帝听是啥物。咱的价值观毋知到底是安怎。我的感受较大的，就是当我伫49岁去读新人院的时阵，前我拢咧做生意啊，不管是合资开公司也好，等等遮，还是家己去开公司，所以想的就是
做生理。啊，妈妈捌提醒我，妈妈伫阮中间吼。啊，咱也无要去专职来即个做，来去团做上帝工。阮爸爸是牧师，啊，所以就伫遐讲，我拢定甲讲，啊，我是第四个，啊，个头顶个2、3个，那轮到我，个大兄去、二兄、三兄去，若无再是我，应该是袂轮到我，我是代职侍奉。代志虽然是一个真好的代志，毋是无好的代志，但是你永远绝对有无办法遐尔啊专心伫这事顶面。到尾啊，这中间这个过程非常的多，到伫这个49岁时就感觉应该爱去探戈，佮有这个会当贡献神，爱去读神学院。读3年了，52岁时到伫平湖伫遐来咧牧会。52岁，伫阮即代来讲是50岁到60岁中间是渐渐人拢已经开始咧退休啊，所以阮的同学已经有人退休啊。因就奇怪，讲阮逐个都开始咧办退休啊，为什么即个田某某安尼，因拢无叫我正名，因叫我歪人啦吼。因为我证明讲歪人哪会走到平湖去安尼，哇！因就感觉足奇怪，因就。有为美国倒转来，有台湾的，啊，佮有一个香港，因3个人到伫平湖所在去看我，讲看到了解到底是咧创啥。就伫遐经过一工一暝了的时阵，啊，因要走的时候，我就问讲，啊，恁来看了到底是安怎？伊讲啊，其实我也无谈啥物，就三个做伙啊，就伫遐互相吐槽啦，互相开讲讲的安尼。我问讲啊，恁来结果是安怎？因讲阮感觉。你即马咧活的即个意义，完全甲以前无共款。以前咱逐人拢为着生理咧拍拼，不管我成功还是啥，不管拢是为着家己伫迄所在努力。你伫公司内底要爬较悬的位也好，你要趁较侪的钱也好，啥，你拢是为着你家己伫迄所在认真。但是经过安尼即个1、2工，伊甲阮做的时，发现讲无共款。因为伫这时有人敲电话，会友敲电话来讲，什么电话？你歹势吼，恁小等者，阮就出去，就去会友所在去解决伊的问题，去病院还是啥等等者。伊讲，哎，我看你一日到晚咧无用什么？你是咧无用个会友呢？我讲你也无咧为着家己咧什么无用？我讲哈，确实因为我当初因讲安尼时，才提醒着我，阮本来是毋是我爱安怎去传福音？无拍算传福音，其实就是甲咱人有非常亲密关系伫咧。你的价值观变做是啥？你的价值观变做讲，你一方面眼光上，你要有利的人啊。为什么咱来去关心人？就是对有啲利益，会当照着咱将上帝听，会当报伊来知影。伊伫遐讲，你的价值观已经完全无共款，确实是无共款。我毋知你的价值观是如何，即个价值观会影响着你未来要安怎传流互你的子孙。你承接你的祖先的即个好的物件，要流传的物件，你有过路过无？你有一个换做一个更较正确，然后佮加上你的要流传到伫你的子孙去啊无？所以伫前面这时，我直接要来问咱来讲，你如何要来过即个清明节？你毋知知影你的祖先正确的品德是啥物？你毋知要安怎如何会当代代流传嘛？离家人250年前的犹原照常流传，搁伫遐接受伫咧。咱教会几千年前的，咱嘛是照常接受伫咧。为什么会当安尼？因为咱心存感恩，咱记得讲，即个就是上帝道理伫个所在。咱知影咱的祖先到底是安怎无？所以第二个问题要问讲，你若做做一家之主的人，你会当请你将你祖先正确的这个品德甲列出来，伫咱清明、伫扫墓、伫追思的时，会当甲咱的子孙讲，甲伊勉励，搁会接受袂？另外，你若毋是讲我毋是一家之主，你若毋是先生着太太的时阵，你一定是会当有即个表示意见的时阵。若无你阁还未做一家之主，早晚你嘛是做一家之主。你要安怎会当有带着即个责任伫清明节的时阵，安怎将咱祖先留来好的物件会当流传落去？啊，头拄嘛甲咱讲，迄个好物件到底是啥物？就是会当下伫真理的部分，一定甲上帝有责任做伙。
你会当甲迄个真正创造宇宙万美的主，即个部分会当建立做，因为安怎要得到徛立伫上帝面前，就是诚做一个受祝福的人。不管情安怎流，你会当甲超正袂？超正了后时，你就过着一个真有意义的清明节日。你咧毋知知影讲，你以后要留你的子孙是啥物？毋是咱家己的想法安怎？是咱会当去结连着迄个创造宇宙万美的上帝，因为伊要带来祝福伫咱的心中。你若安尼做，你要永远徛伫我的面前，就是你永远将做一个受祝福的人。毋望咱伫清明节时，咱过着一个有意义的清明节，毋是讲加一天的休困日，我会当去外口佚佗，我会当去，是讲干来表明我去忙的扫扫的，安尼就好啊！定，你会当搁一摆来思考者。咱的祖先留落好是啥物？若无高兴，咱会当加入咱领受着的甲上帝结连的即个真正好即个部分，会当永远久久长长留落来无？然后我通互阮的子孙会当流传落去。毋望咱拢有当过着一个真有意义的即个清明节，特别伫受难周的时阵，咱嘛照着安尼咧孝念主耶稣，伊早时为着咱受定伫十字架，即个恩典伫咱的心中。你若领受即个时，你要传到是啥物？就是将主耶稣的听甲咱讲，因为咱拢无达咧上帝为着安尼做啊。但是伊愿意为着咱来定十字架，咱就是领受着即个听，然后咱要传落去。甲咱的受难周，甲咱的清明节结连做，我感觉毋是无关系，是非常有意义的。毋望咱伫即礼拜中间，咱过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即个清明节，以及即个受难周，咱同心来祈祷。主美听当阿爸爸上帝，阮感谢你，在阮的软正，你就呈现主耶稣，道成肉体。来，毋是要享受荣华富贵，咱是伫受难周的时阵，伊就伫遐受着真侪苦难，然后最后定时伫个留保费，洗阮的罪，阮为这献上阮满心的感恩。相时伫阮的节期清明的节的时阵，阮要追思阮的祖先，阮要孝念阮的祖先，阮要承接阮的祖先留落好的品质，互阮伫子孙的时阵，阮搁一摆来思考这个问题。但阮要流传落来，阮要传落去的，阮要加起的这物件，是毋是会当甲主理来三角来结连做伙，互阮会当诚做一个敬畏上帝的人，互阮会当受到主理的祝福，诚做徛起伫你面前的人。求主你帮助一个真有意义的清明节日。阮献上阮的感谢甲恳求，这时阵阮同心要用新的改变，搁一摆来誓约讲。你着真心、真实、真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界是大的，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界是律法甲先知的棍头。我用新的改名互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你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阿免。